后来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最近将做未少人的目标，像美国猪牛的议题，都互台北市长郭文哲暗仔甲口说，讲伊失智搁激昂。今仔日郭文哲搁开炮咯，讲苏贞昌慢搁压霸。若嘉义县的前县长张花冠嘛来警惕着苏贞昌选输的走去做院长，更加来压了讲。 本地伊卸任了后，要去接台北的董事长，煞去由苏贞昌砸落来。针对这配相哦，苏贞昌是大叹无奈。侯市长，拜托你要努力的工作，我们都会监督你。学了好友谊，警惕共党的苏贞昌选输的走去做行政院长，张华冠佫讲本来要去做台北董事长，煞互苏贞昌挡落来。我很讲哦，有肺腺癌啦。 唔只讲台湾人选，我去做国营事业台北董事长，这个煮熟的样子，飞掉的。听安尼讲，过两天苏贞昌真无奈。为公考量，难免会让私人失望，这是做院长的无奈，是因为为侯友宜助选，的原因，这个我倒。 他不讲，我还不知道嘞。张华冠讲要去做画家，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为了美国猪肉、美国牛肉进口的话题，甲苏贞昌呛几啊天啊，批评苏贞昌是失智搁激昂。实在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到哪个人讲什么。我觉得这种回答就是傲慢、怕把，就这样而已。 郭文哲不满苏贞昌的回应更加呛，苏贞昌透早出席政府资料开放颁奖典礼，强调讲即马正面临防疫、纾困振兴、食安甲国安等等问题。郭文哲认为讲美国猪肉、美国牛肉进口的问题，这不是食安问题，是沟通甲管理的问题，应该爱回应人民关心的议题。